誰都年少，無知中懇求過。如果賺夠就買樓都不做，想放下無謂自尊枷鎖。誰願每天肚餓 ？Covid 過後很奔波，要努力奮鬥去接單加速餐飲送上，日復日的兼職太累，仍擺在心裏。你恨不得脫下那面具，偏偏說真話太易踩到玻璃碎。要努力奮鬥做個兵哥，走得多快脆。現實像踩單車，那路途跨區都去，即使不能流露半點苦水，你有你的根據，全力為了交租去面對。如果成世人屈機屈成世，如果學會賺快錢的心計，想買入能定居的單位，能力太低怎敢想像見分散制。要努力奮鬥去接單加速餐飲送上，日復日的兼職太累，仍擺在心裏。你恨不得脫下那面具，偏偏說真話太易踩到玻璃碎。你有自由選擇，經濟極不好時，全力進取，無論狀況輕碎，才願令你豁出去，一切掌握於手裏。